紫气东来啊，紫色的气，紫气东来。丹桂飘香，红色的桂啊，丹桂飘香。去美容户外教学之前探访，新国高中呢，到美容户外教学，教学前呢，教师们去探访，拍照留念。美容的直扇，你看，美容直扇，客家民俗村，美容客家民俗村啊。丹桂飘香，紫气东来啊！丹桂飘香，紫气东来，紫色的气。